主打。咁我已經有一啲私人班喺度教緊嘅一啲氣功課程。咁今年陸陸續續會開更加多嘅。咁下個星期有Charlie 我哋一個痛症體驗嘅一個試堂嘅。咁我哋都特別邀請咗幾個專業機構嘅人一齊參與嘅。好啦，咁我客戶咧其實最多就係專業團體，咁會計師會投資學會工程師會等等。咁另外就係啲培訓機構啦，喺中國同埋大陸㗎啦。咁另外基金證券公司保險大學，咁大學其實今年陸陸續續都會同幾間大學合作，除咗港大、中大、科大之外，亦都會係教育大學理大嗰啲都會入去開始做嘢㗎啦。好啦，我嘅夢想引薦就係培訓機構啦，同埋專業團體，尤其是嗰啲係需要一啲專業培訓 CPD 課程嘅。咁今年我已經有幾個開始開辦㗎啦。咁另外理想引薦啦，大學啦，國際學校我同 Carlos 都 teach 緊一個4日嘅財商課程㗎啦。咁另外當然大家各位啦，好學嘅人士啦，尤其是 Emily 嗰個歐職咧，其實佢喺友邦嗰邊咧都開咗幾班㗎，特別10分嘅。咁好嘅引薦咧就係唔同嘅企業商會會所。咁今日情人節啦，咁我就呢一個係我哋其中一位副主席，咁咧同林明晶咁拍咗張相嘅。咁佢哋睇落好甜蜜，但係我覺得唔夠甜蜜。咁咧我哋而家就令到佢更加甜蜜。嗱，呢個係一個 AI 生成㗎，大家千祈唔好誤會。現實上咧係冇發生嘅，不過都諗住 send 俾阿新年嘅太太。